行情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1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一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疫情继续扩大。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暗时宣布，各新增加一个阳性的个案，是一个20多岁的男性，这是按17507工课场的接触者，伊的 CT 值有20不加悬。目前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相关的确诊者也搁咧增加。其中行李塞车人员10岁后生，伊安亲班的同学嘛去画着，而且伫下年尾时，这个囡仔捌甲厝内人去高雄佚佗。高雄市政府是表示，已经将因佚佗的路线完成消毒。桃园机场群组感染拖到高雄，高雄市政府初10暗证实，按17505八岁囡仔，伫顶个月30日到1月初2，北去高雄跨年旅游。目前确认28人，已经采检17人，结果拢是阴性。包括伊来高雄大过的饭店，也个去过商场相关的卡列拢做好清消。初10个新增加6例本土病例，分做歌友会加机场行李塞车2条传播链。其中歌友会新增加确诊的是按17487加按17369带做伙出来人，1月初7身体无爽快，1月初10确诊 CT 值20。机场的清洁人员的17239传到歌友会，歌友会有3名，那3名里面，其中1位大概是姐姐，那。有他的家人17487。越南机场行李塞车传播链增加5个人确诊，包括2位行李塞车工作员，按17503、17506，龙北甲按17473最连坐高通车。越南催告确诊的居服员，按17472的囡仔，按17504也确诊 ，CT 值18，1月初9开始头疼。也有居服员的朋友按17507也确诊。507它是有到472的这个家中大概有在里头做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有一个大概时间也不算长也不算短的一个停留。从整个这个关联图来看的话，当然目前还是猜测，就是说是由504这边因为相关的个案比较能够连到他来，所以是由504这边在安亲班里面传给505这样的机会比较大。要注意的是，予居服员按17472照顾的家庭的囡仔按17416。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来，确定是 Omicron， 是本土第一例确诊 Omicron 的2岁以下囡仔。从17230这边有9个它的基因定序是非常的相似。那17240是已知不相似。那今天的17416是知道是 Omicron， 可是定序还没有完整。指挥中心讲，按17472居服员捌照顾7个家庭，总共12个人确认为居家隔离。现阶段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因那初10新增加的境外移入个案有26例，其中也是以美国11例上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为着要收调边境，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今仔日饭点开始，长途的飞行机帮入境咱台湾，旅客拢爱伫机场做 PCR， 是阴性的才会使去防疫旅馆，若阳性的就直接送病院。上新的消息是，伫今仔日半暝3点59分，对澳洲的雪地有飞转来咱台湾的飞行机帮降落，飞行机顶有41个人，随做 PCR， 目前知影上报有4个人确诊，内底包括一个红婴仔。桃园机场前进指挥官王必胜已经证实这项消息。针对下礼拜开始的入境高峰，10月开始要对长程航班的旅客入境进前，用拿后片快速批下采检，摕到阴性检验证明，才能入境。真正落实到我们从这个空测就后送，就不再进到我们的这个检疫的路线里面。那旅客采检阳性，就加专属通知坐救护车直接后送病院，避免甲个人接触。但市长强调，应确保机场大厅清洁人员、防疫计程车、防疫旅馆的安全。第一线还没有入境之前，就能够把一定的病人，当然没有办法是全部，但是一定的病人在这边就筛检开来，那直接还没有入境，跟国人都没有接触的情况下，直接就下来，然后救护车就往外送。目前落地采检第一班有4人确诊，是不是这样？对，没有错。我知道是这样子。中型航空传出2位美国线机师伫居家隔离期间确诊，指挥中心证实其中1个初9已经公布，另外1个是初10公布的17485例，伫居检期间发烧采检确诊。
有接种过2剂的 AZ， 以及在这个12月初有追加过1剂的莫德纳，在美国这个直飞回来之后，在4号到8号这段期间进行我们这个所谓5+9的居家检疫那在这个等于他们的防疫旅宿里头有出现发烧。陈永新表示，这是为去年8月以来第14例国际航空机师染疫，拢在检疫期间查落来，人无进入社区。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泰国的外交部7日伫官方网站公布承认咱的国产预防车、高端预防车，有主高端预防车嘛准许嘛会使入境泰国。泰国政府是规划讲，对1月10日开始，今仔日有做过2档预防车的旅客，会当对普吉岛、攀牙、苏梅岛这些所在入境泰国，连7天了后，就使去申请泰国的通行证，去入境泰国往别位去。除了高端预防车，目前泰国嘛有承认的预防车，包括 AZ、BNT、Moderna、高生、俄罗斯的卫星国歌、中国的国药、中国科兴，还有印度的 COVAXIN。有主预防车检疫隔离的时间是7天，若无主预防车爱检疫隔离10天。来关心，为着要避免防疫客运车司机搁去会着，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宣布讲，机场的防疫客运车队袂使去载一般的人客。这个政策会实施到1月23，为着要鼓励司机爱配合，所以一天一台车嘛会补贴3500。在高雄小港机场外口，防疫计程车司机穿全身防护衫、摕消毒的酒精管要坐车的旅客一到，酒精位头喷到脚，大细行李也同款，消毒完才能上车。小港机场183台防疫计程车主要在台南、高雄、甲屏东国际线入境旅客，毋过国际航班甲桃园机场比载客有限，部分司机做完清消了后，会伫外口排班。载一般的旅客，毋过为7日开始，中央要求防疫计程车禁止载一般客，一直到1月23。现在开始到1月23号，那这春节方案实施的期间，那他们都只能搭载这个从国门入境的这个旅客，那禁止搭载这个一般的旅客。那如果违反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那就会解约。松山机场344台防疫计程车共款载完入境旅客，免搁载一般民众，避免影响生活，逐工补助3500。补助还没有啊，现在只是说而已啊。你要有补助，要真正实施了，那才是补助啦，不然在这边一天跑个1-2班，限制我们在外客，很像是太不合理了啦。这样就对其他乘客比较有保障吧。那对你们呢？对我们也可以啦，不然政府都这么规定了，我们也没办法。疫情指挥中心也去松山机场视察防疫动线，除了防疫计程车司机爱注满2剂疫苗，车顶也会加装隔板，搭 A3大细防疫计程车识别大线，提供民众辨识，避免误坐。记者综合报道。介绍起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强烈冷气团导南，北台湾温度的下降。气象局有针对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0.3度。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温度明显下降，愈晚会愈寒。加上华南喷雾区往东边线，导雨的范围嘛扩大。北部、东半部有低暂雨。中南部嘛有低暂雨，日是暗时的温差拢真大。气象局早起有针对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若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0.3度。今仔日过暝了后，台南以北低温剩无10度。若明仔透早会高较寒，是上寒的低温剩8度尔。北部日是嘛拢无20度，乡亲即几工爱穿好少。这波冷空气冷气团会影响到拜六，若明仔到拜五，中部以北、东北部拢会寒。毋过明仔开始水汽就会减少，剩北部、东半部有局部低暂雨尔。日是暗时温差拢真大，若台南以北各县市透早的低温嘛，敢若8度左右。关山是有机会会落雪，毋过明仔开始转大冷，落雪机会就无大。拜二这一天，阁有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强烈大陆冷气团入南，愈来会愈寒。拜二清暝到拜三透早，会是这波冷空气上强时阵。预期呢，它的低温有可能在台北市的低温可能在12度的上下，也就是说，有机会挑战今年最强的一波
冷气团哦，那有机会到达强烈大陆冷气团的水准。那预计呢，到礼拜4、5之后会慢慢的缓和，但是回温幅度也很有限。8月暗时到拜二，北部、东北部拢有局部性落雨，另外中南部地区也有一寡零散的落雨。拜3开始，水汽才慢慢减少，冷空气强度也小可减弱。不过拜3到拜5这段时间，气温回升无大，也是要注意保暖。虽然持续受到冷气团的影响，不过形态上会转为比较干冷的状况。那也因此呢，在星期3到星期5这段期间，北部跟东部的朋友一整天都还是比较偏冷偏凉。至于中部、南部的朋友，大概就是夜晚跟清晨的时候气温比较低，白天气温会回升，所以日夜温差的幅度比较大。过礼拜气温拢是凉凉冷冷，拜二北部2500公尺以上的悬山，甲中部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那水汽甲气温适合，都有机会落雪。一直到拜6、拜2，冷气团才小可减弱，气温慢慢回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的趋势是寒愈寒，热愈热。地球气候反常，伫过去7冬是全世界有记录以来上热的7冬。欧盟即马公布上新的监测报告，表示伫大气内底二氧化碳甲甲烷的浓度，伫去年2021年达到新高，全世界拢爱赶紧想办法提出作为。印度北部山区雨甲雪落3、4天，厝甲路拢结冰，几落百万散车人住伫咧厝外，抑个人寒死。另外，自顶礼拜6以来，美国德州休斯顿出现2个零卷风，厝拢被卷歹，抑个做大水。I'm hearing the rain and the wind,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just a huge noise, boom! 伫南非东华大水造成10个人死亡，几落百栋厝被冲走，民众无厝通转去。科学家讲，气候变迁，和南非东部海岸的大水甲可汗恶化。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各年气候变化服务最近被报告讲，过去7年是全世界有记录以来上热的7年。2021年的年平均温度比1850年到1900年的温度增加连续1.1到1.2度。2020到2016年是史上上热。 7 last years were the warmest on record, and among those, 2021 ranks as one of the cooler. In our data set, it's 5th, but it's only marginally warmer than 2015 and 2018. 全世界二氧化碳加甲烷的浓度，2021年达到历史新高，二氧化碳浓度414.3%，比2020年增加2.4 ppm。甲烷的浓度伫过去2年大量增加，原因不明。而石油、天然气、湿地建筑拢会排甲烷。Methane together with CO2 is a very potent greenhouse gas, so it's a concern to see the atmospheric rate double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because it's high and we don't know exactly well what is the reason behind. 这几年一直发生气候灾难，伫咧去年热天是欧洲有史以来上热热天，3月天气温暖，4月正冷，和法国加匈牙利的水果收成无好。7月加8月地中海天气正热，土耳其希腊发生大规模野火，随后做大水造成超过200人死亡。科学家认为气候变迁和做大水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20%。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甲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第45届咱台湾甲日本的经贸会议，今仔日会用视讯会议的方式来举行。咱台湾应该会讲到加入 CPTPP 的议题，望日本会当支持。若日本嘛有可能会讲到开放福岛5县市的食品进口来咱台湾的代志，也佮有台积电去日本后续的合作，应该拢是讨论的焦点。来看联合报。美国甲俄罗斯昨昏是伫日内瓦针对乌克兰的问题进行谈判，因为俄罗斯开出乌克兰袂使加入北约这款严格条件，有参加的外交人员是对这场会谈的成果无啥期待。若美国即届是无想要按算要让伤济，只望俄罗斯莫搁入侵乌克兰就好。来看中国时报。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去了解旅客入境的流程了后，有针对桃园机场即马列出28个管控点有感染风险，嘛发现205个欠点，即马是要求机场的工作人员爱注重细节，爱斟酌防疫。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希望桃园机场的外包清洁人员、清洁公司拢爱赶紧改善。
所以咱来关心桃园机场的群聚感染已经汇入家庭，有一个居家照顾服务员确诊，若这条传播链嘛继续在扩大。桃园市昨昏有2间国校停课，要停14天，阁有3间国中是有风险停课，今仔日已经恢复上课。市长郑文灿伊是表示讲，因为即马病毒已经拖入去社区，所以会增加社区的体检站。若明仔开始拜三，嘛会针对社区的预防社注射站加设挂。家长陆续带囡仔到学校，和老师查落来，原来桃园中立某一间国小，阁有学生确诊，全校紧急宣布，为初早起停课14天。我没有接，因为我就是直接就小朋友就出来，就是我手机根本完全没看，不会看的人啊。他现在好像是要放14天。他们学校也不晓得，现在哦。那今天是停课不停学，其实并不是放假，没有办法好将孩子做妥善安置。学校这里的也有妥善的安置。学校停课是因为前一暗，调病基护员的囡仔确诊了后，卫生局扩大采检，发现干补习班无共学校的同学也确诊，2间国小展开消毒，校官进前停课无停学，只是疫情扩散校园，中立2间国中拢有风险的停课1天。大厝公告，只做校内学生未接触过确诊者。鼓山某一间国中下昼也有风险停课，但提采检结果，桃园初早有5间学校停课。今天停课的2所国中因为采检的结果，那么匡列这个接触者都是阴性所以在中立的2所会明天恢复上课。市府阁证实，来到自强市民活动中心作为采检站提悬，采检量下昼开始也渐渐出现人潮。不少家长因为烦恼囡仔甲确诊者读同间学校，可能有着病风险，赶来采检。因为我小朋友读华勋国小。会有一些担心，是不是？会，一定会的啊！因为我们家离金赏又很近呐，然后离华勋又很近，华勋国小又很近呐。因为小孩子就停课啦，那就顺便起来基护员调病案一路扩大，即马卡影也突破，部分个案车5前往中立家乐福、中关店，计当天去过第一银行内的分行，最近这几天去过小北百货绿光店，专连中立广州门市。虽然确诊基护员要照顾下8个家庭中，目前已经采检7个家庭，12人拢是阴性。不过郑文灿也讲，这条传播链传播的威力大，随启动扩大采检，拜三起将设置社区注射站，继续防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的群聚感染也在看，桃园市长郑文灿是坦白讲，桃园市即马医疗量能已经强要紧绷啊。那刷倒来更有发现阳性的确诊者，需要中央来调度来斗3天，会拜托别个县市斗3天，应该会先送去双北市，也阁有新竹县市的病院。新冠疫情境外移入病例一直增加，为12月19到即马已经连续21天，逐天拢双位数成长。桃园市长郑文灿坦白讲，目前桃园市拢总就已经专责病院，算的全桃园市所有的病院床数拢总907床。不过，即届疫情发生了后，桃园市的医疗量能已经要满了，所来阳性确诊者需要中央调度资源送到双北市也是新竹县市病院。目前 ICU 加上责任病房最大容量是到907床，但是以确诊数字来说，那很快的累积会超过后送的地区，会包括双北或者是新竹或其他地区。在机场，我们可能尽量要往外县市来送，我们要北区跟台北区相关的这些医疗的作业要做一个联防的体制。陈市长表示，讲来总体采检量能，平常时大家会当有5至8万人，连续加班嘛会当到14至15万人。桃园机场本身原来有2.5万人，强调采检量能无问题。救护车安排会依照检验阳性的人数来进行机动调配，和后送会当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例，死亡人数超过55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7394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100万例，印度是超过35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400万例，法国是超过1200万例。在关心缅甸军政府的法庭昨昏是宣判，
缅甸民选领袖昂山素姬阁有3项罪名成立，包括非法进口甲持有无线电的对讲机，这拢有罪，伊是被判4年有期徒刑。昂山素姬目前被指控11项罪名，准讲全部拢成立，伊爱被关100年。缅甸军政府法庭查实宣判，被判决的民选领袖昂山素姬3项罪名成立，包括非法进口甲持有对讲机的2项指控，也有1项违反新冠肺炎防疫规范的指控，爱立监服刑4年。美国国务院对此特别用缅甸的旧名称来表达对军政府的不满。The Burmese military's regime unjust arrests,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Aung San Suu Kyi is an affront to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We call on the regime to immediate release Aung San Suu Kyi and all those unjustly detained, including other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aders. 76岁昂山素姬在军方政变了后，被指控11项罪名，去年12月已经被裁定煽动罪加竞选期间违反防疫2项罪名成立，甲前总统文明分别判4年有期徒刑。军政府领袖敏昂莱迄当阵甲刑期减为2年。并且讲，昂山素姬会当伫咧首都奈比多的厝内软禁服刑。昂山素姬随实搁再被判4年有期徒刑，若是贪污等11项罪名全部拢成立，刑期讲起来，上悬可能会超过100年。They're trying to pile up charges against her to make sure that she never gets out. I think they want to hold her indefinitely. They see her as a paramount political threat to their efforts to try to get control of the country. And they're going to throw every charge they can against her. 缅甸军政府伫咧去年2月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姬政府，就一直该拘留到即马。军方将领夺权，缅甸全国真侪所在拢有抗议示威。根据当地观察组织讲，伫安全部队的飞行镇压之下，总共有超过1万人被逮捕，至少1300位平民死亡。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译。继续关心世界网球球王乔科维奇以及澳洲准备要参加澳洲网球公开赛，不过伊的签证临时遥互取消。昨昏有开听证会，透过视讯开庭，法官是裁定乔科维奇胜诉。澳洲政府赶紧爱甲护照函予伊，可以有法度去参加17要拍澳洲网球公开赛。正在等伫咧墨尔本联邦法庭大楼外口的球迷，掠着乔帅掠着奖杯的海报，伫现场唱歌跳舞。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入境澳洲被挡，伫移民拘留中心的旅馆踮了4天了，总算等到好消息。法官认为，乔科维奇事先已经通过澳洲网协甲维多利亚政府的评估，摕到医疗豁免权，所以判伊胜诉。球迷对于赢到官司拢真欢喜。He's going to be number one for us, and he showed us that you have the right to stand up and fight for your freedom. 来自塞尔维亚的乔科维奇，伫咧过去不公开表示反对强制自由放射，即便到澳网参加比赛之前就讲，伊已经摕到医疗豁免权。无像你讲，自墨尔本入境的时阵，煞被临时取消签证。根据伊律师向法院所提出的诉讼的文件，乔帅伫咧去年12月16被确诊，也已经恢复啊。不过澳洲规定，疫苗豁免权只能限本国的国民，外国旅客就要做过2期有放射才能入境。代志自乔科维奇的参赛成绩变做外交战，协调的澳网也讲政策无清楚。Well, we're not going to lay the blame on anyone. All I can say that primarily because there's much conflict information, much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the whole time. 澳洲总理是补贴讲，有关政策早就定甲正清楚。Our governme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dvice to Tennis Australia, that was set out very clearly in November. As I read the extract from this very podium, it could not be more clear. 乔科维奇虽然官司赢，会当入境参加17个澳网公开赛，不过澳洲的媒体报道，移民部长正伫咧考虑是毋是使用个人权限，再一遍取消球王的签证。若真正安尼时，代志也有通冤。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伫早起阁试射一粒飞弹，疑似是弹道飞弹。北韩伫1礼拜内已经试射2届，这是引起国际上的谴责。来关心英国的疫情持续滚价，英国首相强森方表讲，伫去年因头一届封城的时，伊竟然邀请幕僚去参加 party。来关心北京阁对立陶宛施压，要求改正错误。美国是强调支持立陶宛甲咱台湾合作，帮助咱台湾走向国际。
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做伙关心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的颜宽恒死去，真侪支持者即马拢认为是党主席朱立伦的问题。朱立伦伫昨昏是讲伊会甲责任拢总打落来。也若2014年立委的选举，颜宽恒敢有要继续选？伊敢若回应讲，只要乡亲有需要，伊会继续服务。谢谢哈，谢谢咱家乡亲士大。中2选区补选结束，再一次败选的颜宽恒，透早伫国民党立委江启臣陪伴开始写票，一手向民众致意，是毋是会再见2024？话中无讲真白。只要乡亲有需要，我们随时都在，我们会继续努力。1个月来，国民党为公投到中2选区连续失利，找到开票迄暗，党主席朱立伦并无出面，引起党内检讨的声音。再加上选举前国民党的态度无真积极，未少支持者不满。败选结果要求朱立伦负责的声音真侪。70早起伫台南天佑宫出现的朱立伦强调会负起责任。任何的失败或责难，我们一肩扛起。但是我们对于民主的制衡的道路，我们绝不终止，继续努力。我作为党员，我作为党籍的立委，党的成功失败，我们都荣辱与共。说要抓战犯啊，说要朱立伦下台了，我不认为我认为。胜败兵家常事了。民进党全力助攻林静怡，看颜宽恒下党来助选，好亲像一个努力的空间。尤其台中市长卢秀燕一直离正远，选情之夜早总算徛台，互人质疑复选上慢。我是一个民主的这个奉行者哈，所以只要经过民选，人民做了决定，所以尊重民意，尊重选举的结果。颜家在地努力真侪年，这届补选摕到80912票。学者曲调雄是认为基本盘无震动，颠倒林静怡领先将近8000票，推出偏绿的选民。学者点出国民党的问题。他的支持率始终是在20到20多一点这样的左右在徘徊哈。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没有新的支持者的产生，而旧的支持者呢逐渐在老化。所以就造成他逐渐的萎缩。国民党中2补选失利，要安怎伫年底的2022县市长选举会较赢面？对百年大党来讲，这条路充满艰难甲挑战。记者综合报道。礼拜日的2场选举，台中的第4选区立委补选，民进党的林静怡选调，那台北市中正艋舺区的立委林昌祖的罢免案嘛无通过。民进党伫昨昏就召开选对会，已经在讨论年底地方选举的安排。罢免投票未通过，林昌祖等于到立法院，民进党立委陈登辉看到伊特别小人欢迎。林昌祖伫这届罢免受到民进党消停，未来是不是会加入民进党引起关心？如果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这个关于政治，不管是下一次选举的讨论，或是政治计算的讨论的话，其实整个社会都会是浮动的。整个社会浮动的，不外乎就是会让这些想要去挑起仇恨、挑起对立的，就有机可乘。马天林昌祖赢，民进党林静怡摕到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席处，再加上顶个月4项公投专胜，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切实调集民进党选对会，包括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参加，比照年底的选举布局。建议即将举行的中执会选举期程延至农历春节后，视疫情状况再行启动。面对年底伫遐市甲县市长选举，党内议定上紧过年后第一批提名，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台南市长黄伟田、嘉义县长洪忠良等。学者分析，虽然民进党目前政党支持度较悬，不过国民党现任县市长普遍满意度悬，再加上国民党有地方组织的优势，民进党也是爱步步细致。虽然我们看到这几场选举让民进党带起了全国的风向，可是这样的全国风向足不足以打倒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原本国民党的既有的这些候选人的实力，这是他的隐忧。特别是县市议员的提名啊，其实在地的情况其实绝对要考虑在里面啊。提名多少人会比提名谁来的重要很多。不过学者认为，4年前蔡政府支持度无悬，致使到迄个时阵立赢伫9合1地方选举失利。不过最近民调大进步，对于民进党来讲，年底的选举应该会比4年前较好。记者综合报道。
详细消息来关心，国军站在执行 F-51战机夜航训练的时，一只 F-51战机因为起落架的电荷无正常，是赶紧降落，加载无人受伤。花莲空军基地编号5501的 F-51战机，因为起落架的电荷反常，飞行机无法度正常降落，伫空中试练，加载飞官有经验，3分钟了后是安全降落。即马到底是虾米物件各样，也搁爱调查。在地上大条，做伙关心桃园机场的军事感染，即马本土疫情搁加悬，真侪人嘛拢正要紧，爱赶紧去做第3档预防针。嘉义县即马有要加开3个大型的预防针注射站，若高雄嘛伫艺文中心有增加注射名额。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按算要甲1922预防针的预约平台，上紧伫1月15进前会搁重新启动。准讲是礼拜一上班日，设伫高雄台东艺文中心的大型注射站，民众来来去去无停过，大家拢是为着第3剂疫苗来。Omicron 感觉好像越来越发烧了，所以还是会担心，所以今天就赶快带妈妈过来这样。高雄为初9开始，逐工提供4000人预约。头一天除了预约加现场登记的民众，拢总数4214人，相当踊跃。也因为安尼，为初10开始，预约系统增加到5000人，是以莫德纳为主，同时佫加开一线，互无预约的民众。另外，各级医疗院所也提供无同疫苗，互民众通选。由昨天的4000人哈增加到5000人哈，那在统计昨天的预约的状况哈，大概是将近4900人左右哈。嘉义县初9拢总开3位大型的注射站，规工拢总住1万多人，其中第3期的9834人。初10开始，高雄镇卫生所加医疗院所嘛提供服务。安尼台南市是加开随来随住的注射站，无论第1、第2、第3期拢会使住。台中文心森林公园注射站人有较少，因为真侪民众发现是住 BNT， 甲前一天住莫德纳无共，直接离开。不过也是有民众感觉会当住就好。第3剂很多人是打进去是打不通的，所以就变成说，感觉政府太仓促了。地方卫生局的量都有超过100万的量在。好，那我们这次在18号之前，我们也会分3批的，把大量的量都送下去。有基层诊所是反映疫苗无够，但是中呼吁赶紧向各地卫生局来反映，同时佫强调疫苗剂量有够。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指示1922医药系统重新上线。指挥中心表示，尽量赶伫这礼拜中开，未来第3期注射记录也当透过健保快易通的 App 来查询。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桃园机场的军事感染，互本土疫情搁压起来。台北市长高文哲是宣布讲，总共伫台北市一礼拜内有出现10个揣无感染源的本土病例，安尼餐厅就袂使搁现食，买物件就爱炸走。而且嘛表示讲，总共桃园的疫情失控，台北有200个病例，安尼就按算要重新启动防疫专责旅馆。口罩戴好，口罩戴好，加拢10连次。桃园机场军事感染确诊数一直增加，高拄着20月到，台南市长黄伟哲前往传统市场视察防疫作为，沿路提起市民挂嘴暗做好事连坐，市场内禁止试食哪行哪食，若是袂熟的物件，爱将食物藏起来。在年货大街也好，或在传统市场也好，或是在一般的超商也好，大家采买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戴口罩。台南市防疫动起来，我近桃园的新北市伫旧历年前也加严防疫措施。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大卖场视察，强调民众会接触到的2轮车收银台一定要加强清消，也要求各大卖场暂停试食。各严格实施人流管制，每2.25平方公尺内以1个人为上限。口罩戴上都增加1剂，你打了3剂，戴那个口罩又都增加了第4剂。所以戴口罩绝对不可以轻忽。北北基桃共同生活圈，双北防疫暂时要上做3级，双北态度保留。台北市长高文哲宣布，若讲台北市一礼拜出现10例不明感染源，就停止餐厅内容。若讲糖园无收掉，台北案例超过200个，就重启防疫专责旅馆。如果万一桃园那个没有守住，真的社区感染破就是散出去了，你知道吗？超过200的话，我可能会防疫专责旅馆会重开的。
把轻症的病人移到防疫专责旅馆去。200个以内我还是放在医院。郭文哲强调，未达到1礼拜出现10个不明感染源进前，防疫就是立即渐渐加深。即马餐厅维持内容，也毋过未当达到经酒。校园也考虑恢复使用隔板用餐。记者综合报道。电风风上头来看，咱台湾有兰花王国的名号，其中乌德兰就是上界主要的出口会种。伫屏东的新鼻乡有一个种兰花的业者，叫做李家丁，受疫情影响，也过伊同款有做出成绩，嘛已经连续8档摕到农委会的100万兰花奖。台湾逐年外销的兰花产值有60亿，乌德兰就占超过90%，虽已经冲击出口业务。不过，伫屏东新鼻乡的一位兰花业者李家丁，因应局势变巧，伫疫情期间也是拼出业绩，外销的量是全国前3座。在去年疫情的时候，我已经深深感受到这个成本的压力跟缺柜、缺工、缺料，所以呢，当下呢，我做了一个健检，把公司所有的成本做了一次精准的健检。然后呢，适时的非常明理的去跟国外的客户做一个沟通。伫李家丁的带领之下，伊的企业受到经济部的肯定，也已经连续8档得到农委会的100万兰花奖。我也希望这个产业能够永续经营。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希望我们台湾能够永续经营，成为一个科技的蝴蝶兰岛。接落来，李家丁也安装备数位转型。利用 AI 人工智慧和大数据管理等等的科技，提升生产的效率，让台湾的兰花继续徛起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受气候影响，草莓大出的时间是晚1个月。资本这个果子农是望讲，伫过年时会有观光人阵来观光果子园，人客会甜一甜。想袂到最近本土疫情压起来，真侪团体已经取消行程。红记记香港的草莓大粒佮饱甜，互人看了就想要食一喙。真侪家长趁好天，带囡仔来食得关西芒果。因为现在刚好是草莓季啊，然后顺便带小朋友出来玩。草莓都蛮大蛮红的。不过疫情最近搁咧拖，大家喙仔嘛是爱挂好势。今年受气候影响，草莓大出的时间比过去慢1个月。果子农总算等到伫要旧历过年啊，即马搁爱烦恼果子园的观光客生理，恐惊会受到疫情影响。做好安全防范就好了。以前我们种草莓是种的很多，那因为这2年疫情的关系，也会担心来客数，所以我们今年草莓的产量大概减了1半左右。前2天有报道这个本土的有4例的时候，那1天就取消3个团体的。今年才因为疫情严重影响到生理。即阵看到家己辛苦栽种的草莓，农民望疫情赶紧转好，生活才通恢复正常。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公路总局对2016年开始推动幸福80计划，除了甲客运业者合作，嘛辅导一寡白牌仔车，将做服务偏乡的大众运输。昨昏有发表成果，未来会继续增加路线，提供更较完整的服务。我若无固定啦，无一定去地啊，有当时走去市啊买一粒菜啊，走去一粒邮局的啊。偏乡的居民坐车需求800款，固定房厝的公车是真好招到。公路总局为2016年推出幸福80计划，除了参在地客运业者合作，嘛辅导白牌客运车合法化，希望满足偏乡的运输需求。交通部已经修改了运管规则，它是规定个人可以去经营市区公车。那既然个人可以经营市区公车的话，那在偏乡我们就来辅导原来偏乡的某一些聚落里面，左右邻居互相帮忙去叫车的这个部分，那大概就是白牌车。目前幸福80的路线全台计共有322条，还佫伫咧增加当中。但是公路总局嘛坦白讲，上尾1里路的需求也未全部完成。他想搭的时候，有可能说太远的路线不适合。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大概就是要用个人化的经营市区公车来解决。B、C 可能要出去，就拜托 A 可不可以载一下？长期下来就会有一些费用。那如果说我假设把这2、3部
2、3部车全部改成个人化的市区公车。公路总局表示，幸福巴士拢会搁再看状况有调整的空间，有的路线甲一般固定班次的公车无同，是采用预约的方式来发车。若实在运量无法度应付，嘛会使改变车辆大小的选择，毋茫更加符合偏乡的需求。记者郭美长随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咱台湾的原住民第15族拉阿鲁瓦伫2014年正名，不过也是有真侪人唔知影。文藻外语大学国三学生用2天的时间，因是翕一支我是第15族的底片，要发表因的毕业影片，嘛希望互更较侪人认捌这一族，了解拉阿鲁瓦的文化甲目前的处境。拉鲁瓦族主要是住伫高雄桃园区，遐个风景真水，因遮400多人有家己的语言甲文化，就是信陪者。这支我是15族的影片，才短短30分钟。不过制作的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3个学生，是开码2年的时间，骑机车就山采访记录，嘛是因的毕业作品。头一摆要去翕一个新闻，翕一个吊桥，迄阵阮就是想讲，要去采访内底的居民安尼。入去的时阵想讲，哪会遮有拉阿鲁瓦族？阮之前拢唔知影。嘿，阮就为这个新闻开始，然后开始做落。让更多人知道说，台湾的确有一个族群很特别，他们祭祀圣贝，他们祭拜贝壳，可是他们又不住在海边，他们在高雄的山区，他们叫拉阿鲁瓦。拉鲁瓦族是伫个2014年正名，因对祖族脱离了后，家在有一群少年人想要把因的语言甲文化找回来。因为因人数足少的，长辈要安怎传承因的记忆啊、因的文化给青年是一个问题，所以阮伫这个影片内底嘛是一直在讲，因要安怎传承。拉鲁瓦族的少年人嘛出席学生的影片发表会，因讲这支影片唔但互人知影拉鲁瓦，嘛互因了解家己是啥人，会当替文化传承出来。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北京的冬季奥运伫2月初4要起鼓，这是中国继14冬了后第2届举办奥运会。也毋过中国这一路行来拢是挑战，先是疫情滚价，加上美中的关系恶化，美国带头批评中国侵害人权，所以即马真侪国家拢对咧进行外交抵制。离北京冬季奥运2月初4开幕式已经剩无到1个月，所有准备工作正伫咧赶工进行。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所落来自全世界要到3000位的运动员甲代表团，会到中国正烈防疫泡泡。参加奥运的工作人员就要做过2期有放射，逐工做体检，交通工具也甲民众分开，防疫工作做甲正焦全。These measures are necessary because all lives are precious and must be protected. It's a pain. My neighborhood was all locked down, but what else can you do? 对新疆维吾尔人拘留营，对香港所采取的强势作为，到网大的彭帅事件，中国政府人权的争议一直拢无停。美国是以中国侵害人权、种族灭绝为理由，全部抵制。要让5万人民也全部拢抵制，无派政府代表参加。中国批评安尼是违反奥运精神。美方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自导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原本是冬季运动的盛事，这么说各国拢爱对中政策做出表态。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挺到底，无顾到西方的抵制，讲要甲中国领导人达成新的合作模式。Но это ошибоч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ак же, как ошибкой явля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спорт для решения каких-то сиюминут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Им не сдержать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я. Они должны осознать это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Не сдержать.
2008年北京第一遍办奥运正盛大，英国卫报讲，这是中国积极要甲世界接轨，想要以强国的姿态重返国际舞台。浪了14年，中国已经成做世界第2大经济体，北京正式成做世界第1个商务之城。不过因为新冠疫情，再加上中美关系局势变化，是正歹缔造辉煌的远景。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另外一项抵制，这是美国金球奖。美国金球奖公布得奖名单，韩国戏剧游戏内底演1号新币的老人，今年77岁资深的演员吴英秀是摕到电视类最佳男配角奖，成做韩国戏剧史上的头一个。不过今年金球奖无啥明星的光彩，因为主办单位防指控种族歧视，让一寡明星抵制拒绝参加。今年金球奖由张家平导演的《全山记》摕到剧情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等3项大奖。史蒂芬·史匹柏导演的《西城故事》是摕到音乐或者是戏剧类最佳影片、女主角、女配角等3项大奖。今年这20岁拉丁的新人瑞秋·塞格勒拍败几多位前辈摕到影后，获大家意外。You're not telling these people that I checked the wrong box. 尼可基曼伫咧里卡多一家演美国有名的戏剧演员戴斯阿内斯的一生，演技正受肯定，第4遍摕到金球奖影后。Raise your hands, Serena. Venus Williams. 威尔史密斯是以改编自网球天后威廉斯姊妹传记电影《王者理查》摕到戏剧类影帝。第2代的蜘蛛人安德鲁加菲尔德以杜森时刻摕到音乐或者是戏剧类影帝。改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伫车顶》，摕到最佳非英语片。伫电视剧方面 ，HBO 的《继承之战》摕到最佳戏剧类影集；伫韩剧《流戏游戏》内面演神秘老伙仔的吴英秀摕到最佳男配角，也是第1位摕到金球奖的南韩演员。因为去年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发生收钱加种族歧视的见笑代，引起业界一个几多位明星抵制颁奖典礼。其中阿汤哥、汤姆克鲁斯更加是甲伊摕过3座金球奖的奖杯拢摕回去，造成今年金球奖无啥人注意，无红地毯，也无现场直播，只敢若透过网站公布得奖的名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关心环境，2022年对今年开始，法国有一寡环保的新制度，包括大规模禁止使用塑胶的政策。菜色、果子即马袂使用塑胶袋包装。另外，一寡无效的衫、清洁用品，也有科技产品，嘛袂使甲当作垃圾就摕去蛋摕去烧，爱甲赶出去，无就是爱摕去回收。自衫裤、洗发精、清洁剂到囡仔用品，也有科技产品，法国即马有新的环保法规，讲即款物件若是卖出去，袂使像以前当作垃圾摕去台或者是烧。On voit tout ce qu'on produit. Si on peut éviter le gâchis et d'incinérer alors qu'il y a des gens qui font rien pour s'habiller. 法国逐年拢有计值差不多40亿欧元的非食物类的产品，伫店面卖出去了，其中有15%的全新的产品被当作垃圾，浪费自生产制造到运输行销的大量资源。2022年的新法规规定，即款卖出去的产品就要赶出去，卖互拍一个通路商，或者是进行资源回收。若无上悬会被罚到15000欧元。主权团体拢讲安尼是正好。Produits d'hygiène, bon là, il n'y a pas grand-chose pour l'instant, parce que je pense que cette loi va inciter encore plus d'autres entreprises, leur donner l'idée de donner et de plus détruire, parce que c'est vrai que plus de 3 millions de Français n'ont quand même pas accès à des produits de première nécessité, de produits d'hygiène. 今年实施的环保新制度，还佫包括大规模的包装材料减塑疾病，大部分的蔬菜水果，像红领领、头毛豆、马铃薯、苹果、柳丁，袂使佫用一次性的塑胶包装。即个像桃啊，还佫梅果即款较软的蔬菜水果，有一段缓冲期，预计每年会让减少几多10亿个塑胶包装材料。目标是2045年停止使用所有的塑胶包装。生产电纸板还佫环保纸盒的业者，自去年底生产线就全力生产，还佫积极伫咧研发更较有动，还佫让过油的材料。估算即款环保的商机会到70亿欧元。生产蔬菜水果的业者是认为新政策的缓冲期伤短，违反找代替方案。其实马克宏政府的减塑计划已经做几落冬啊，后半年还佫伫咧公共场所大量设饮水机，减少消费塑胶干仔的水。
自1月10日禁止用塑胶膜包掉的素食店，也袂使阁提供免费的塑胶铁道米啊，互囡仔。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咱受冷气团的影响，愈换会愈寒。气象局区针对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若今日过暝，台南以北低温剩无10度，明仔载透早上介寒，低温剩8度尔。会一直寒到拜六进前，各地拢是真寒的天气。今日下暗到明仔载透早，关山是有机会会落雪。这几天拢寒死死，乡亲一定爱穿好少。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15度；中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19度；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东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至18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